世界最大機場群喺邊度呢？答案就係粵港澳大灣區。56000平方公里範圍入面，機場群包括7座民航機場、13條跑道，航線遍及全球200幾個城市。2024年旅客超過2億人次。作為國際航空樞紐，香港不斷強化同大灣區機場合作，以善用資源，發揮優勢互補。香港、珠海兩地機場開通經珠港飛，旅客可以先由內地城市飛抵珠海，再經港珠澳大橋搭專車到香港機場禁區，直接上飛機飛去世界各地，省卻辦理入境香港嘅手續。跨境電商就可以將進口商品存放喺香港機場嘅物流中心，內地客戶落單之後，經港珠澳大橋轉運到珠海機場，再發往各地。由香港往來華東嘅物流較傳統方式快1日以上。大灣區正係快速發展，到2035年將會擁有17條跑道，客運同貨運量有望倍增。香港物流需要善用灣區機遇，增強良性互動，推動長遠發展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